除了台中捷运以外呢，这高雄轻铁也来发生事故，有一台列车呢，昨暗伫马甲道路，也有华安路口，互违规倒弯的轿车去甲弄到这个车头的帮仔砖安尼落下来，车顶的旅客也互人请落车，拖20分钟才总算恢复运作。那警方呢是依法甲驾驶来开罚甲移送。高捷也表示讲，若准确认这个事故的原因，就是轿车违规，安尼会依法甲伊讨赔偿。轻铁列车当要过路口，一台无照号志违规倒弯的轿车直接弄来。事故发生伫19暗时，高雄马卡道路甲华安路口，车顶旅客无奈中途落车换车，轻铁车头轰弄去一地，加载无人受伤。经调查，女未依号志指示左转，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的条例，将依法举发，并处最高1800元罚款。肇事轿车行到落伫事故现场，事故造成当地交通甲轻铁20分钟了才恢复正常运行。除了以道交条例开罚，警方嘛以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，移送肇事驾驶。捌看人迄请过来啊，伊嘛要请过，请过，佮再慢慢互过呢。有啦，无规矩啊，有啦，有规矩啊，有啦。照现场的号志，这个路口当伫显示倒弯号志顶的时阵，才会使倒弯。但若居民捌看过人违规，透早记者嘛看到部分车辆违规。本案如今警方确认为小客车违规，高捷公司将针对列车毁损状况及人力动员进行求偿。详细事故原因，警方搁伫厘清，但高捷公司嘛提起用路人经过轻铁路段应该减速慢行，并遵守相关号志，以免发生事故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